为着发展再生能源各地拢在说独零厂，也毋过嘛引起真侪抗议。今仔早起，伫高雄大寮的民众因着地议会市政总质询的时去抗议，市政府是回应表示讲，要说独零厂会先来进行民意调查，若使民众反弹，市政府嘛袂同意。来到议定地附近挂白布条，民众表达拒绝处零厂来到大寮新处理的心声。反对处零厂。上好嘛有将近20位民众趁着高雄市议会市政总质询前往抗议。沟通没沟通的，只有一纸公文而已啊！你这么里面一直问我们啦，说是什么内容，什么说我们都不晓得了。要捍卫自己的家园，这个不是政党，不是政治，这个是我家的未来。这片伫高雄大寮区新处理赤坎段的3笔土地，有公司想要设置处零厂。顶月底，高雄市经发局发公文，予当地意见领袖甲民代了解着设置意愿，嘛引起不满。这期敢是因为红山林红色厂的计划失败了后，转予其他业者刷到大寮来设厂。设置的这个过程里面，还是要这个区公所会跟我们当地的里民来做了解。那我们的立场还是一致。如果里民的表达拒绝的话，那是否就不会同意设置？市府回应，伫业者申请设置的过程当中，会按照已经通过的处零设置法规规范，爱询问当地区公所里长、里民的意见，一切还未定案。若是民意非常反弹，市府嘛未同意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、明昭、宽广报道。来看